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停车场讲超收停车费。台中大理区公所正风室的主任吴宏如，伊的车停伫停车场1点钟过12分钟，按照收费标准，就要纳30块，但是机器所来显示40块，等于甲加收10块。这位主任就开始来调查。 结果发现，敢若台中的代理到市场的停车场，拢讲超收停车费，总超收的金额将近55万。主管机关已经要求厂商要甲超收的钱交回来，民众若有加纳，马上办理退款。 停车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拿这个圆形的停车票卡，但是在出场的时候，你有仔细比对过你的停车时间和金额是否一致吗？有停车场就出现超收情形。 这张40块发票，互人发现停车场超收情形，发现人是台中大理区公所正风室主任吴宏如。3个30分钟，那应该是要收30块，而不是收40块。吴主任停的停车场收费的标准是1点钟20块，半点钟内离开10块。伊停1点钟过12分钟，照你讲，只要付点半钟费用，也就是30块。要过缴费机要缴40块，等是加收半点钟费用。 伊发觉唔对，就开始调查，将车停遍整个大理区的停车场，发现讲有4间拢有超收停车费，这4间拢是共一个业主经营的。安尼甲算算的，7个月来已经加收将近55万块。在软体上面有一些 bug 的问题。业者讲这是收费的软体有问题。我们就是觉得麻烦，几十块东西大家都会这样子吧。 民众讲尽量去注意收费标准，甲停车时间减少。就算有发现，因为是小可钱，加上停车场无管理员通问，一般拢是偏啊懵的纳钱离开。消费者服务中心这边可以接受我们的申诉。消保官提醒讲，咱乡亲若车停伫停车场，摕到发票一定要详细比对，发现有问题，应该是敲电话问业者。若是业者无要处理，就会使投诉，摕回加纳的钱。